化妝師實測教你用3個低成本方法，令你喺婚前極速變靚，做一個自帶 spotlight 嘅新娘。Hello， 我係化妝師 Elise。一個完美嘅新娘妝容唔單止要靠化妝技巧，更重要嘅係由內而外散發出自信同光彩。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3樣婚前必備武器，等你由頭靚到腳趾尾。第一樣，骨膠原食品。結婚前忙到甩碌，冇時間做皮膚管理，唔使驚，骨膠原就好似你皮膚嘅隱形支架，可以幫你撐住彈性，鎖住水分，令你嘅皮膚好似剝殼雞蛋咁滑溜。市面上有骨膠原粉、骨膠原飲品、骨膠原果凍等等，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喜好同需要去選擇。3款 Elise 都試過，個人覺得飲品同埋粉狀吸收率比較好。第二樣 Pillow Spray 助眠噴霧。結婚前難免會緊張多嘢諗，黑眼圈大到可以媲美國寶。助眠噴霧就係你嘅睡眠小天使，淡淡嘅香薰味道可以幫你放鬆心情，趕走焦慮，等你一覺瞓到天光，第二日精神奕奕，容光煥發。第3樣，增強抵抗力嘅保健品。結婚前忙到飛起，身體頂唔順，唔好俾病魔有機可乘。增強抵抗力嘅產品，例如維他命 C 或者蜂膠，就係你嘅健康守護神，可以幫你提升免疫力，增強體質，等你可以有充足嘅精力去應付婚禮各族嘅挑戰，做一個健康又靚嘅幸福新娘。自律由內而外調理好自己，做一個360度零死角嘅完美新娘。如果有興趣知道我今次介紹嘅產品詳情，我已經準備好清單，留言就 send 俾你哋。拜拜。